我哋廣東有三寶：陳皮、老薑和甘草。你哋知唔知道陳皮係分好多種嘅？普通陳皮、港陳皮、新會陳皮，每一款嘅價格可以係天差地別。講陳皮當中係新會陳皮先至係正品嚟嘅。正所謂一兩陳皮一兩金，百年陳皮就勝黃金啦。呢句說話就係形容我哋廣東三寶之首陳皮、老薑和甘草嗰種陳皮啦。講到陳皮啦，我再同你哋分享一段故事。宋代以前啊，新會已經係有人喺度種金嘅啦，但係當地人呢，只係覺得係有陣香味啫，間中就攞嚟調下味咁解啫。直到南宋有位婦人係米細，用金皮入藥，熬製湯藥俾楊太后服用。呢個楊太后飲咗之後啊，竟然係好咗喎。佢就問米細啦，佢話你如何得此呢個靈丹妙藥呢？個原來呢個米細呢係用咗佢老公王老漢特製嘅金皮曬乾咗又保存，咁咪就話叫做陳皮啦。因為製法呢係米製個丈夫王廣漢所創嘅，所以廣當時嚟講係繁體字嚟嘅，就係依家陣個廣字下邊就有個王字啦。而原料金皮就產自於廣東，就取個廣字為名，寓意係廣東產金係王家所創，一語相關。以後呢件事就係傳為咗佳話啦。咁大家可能係認為有啲奇怪啦，其他地方都有陳皮啦，點解你新會咁出名呢？首先，新會地方係西江同埋淡江交匯，由於西江嘅控水同埋淡江嘅潮水啊，仲有南海嘅海水鹹淡水交匯，同時係揮發作用。加上氣候溫潤啦，就非常適合茶籽金嘅成長啦，就好似聚寶盆咁一樣，吸收咗日月精華，所以就形成咗最有營養嘅果實。所以咧，新會金嘅果肉咧係甜中帶酸嘅，但係佢個金皮咧就更加醇厚同埋潤厚嘅，得天獨厚嘅地理條件。因此嚟講咧，新會陳皮就脫穎而出啦。就連呢個醫學大師傅啊，李時珍喺《本草綱目介紹》中，佢都有講到：天下以廣中內藉為盛，廣中就係指依家嘅新會。古人認為啊，陳皮係高級嘅和藥，能夠讓絕大多數嘅食材下去搭配嘅，道理嘅全身上下都好有幫助嘅，都有好大嘅食療價值。仲有新會嘅陳皮咧，就隨住時間歲月嘅存放持久，佢就會越香順嘅。不但止佢存得好，佢唔會發毛，佢仲能夠清除空氣當中嘅其他異味嘅。陳皮又可以煲水飲，又可以沖茶飲。我哋廣東人係特別中意嘅。用嚟煮餸呢，我求其講幾個就得啦。陳皮蒸牛肉丸、陳皮綠豆沙、陳皮焗排骨，就連煲湯啊，你放2嚿落去都得嘅。話時話你哋屋企有冇收存上好嘅陳皮啊？評論區分享下俾我睇下得唔得？